Participate Portal 係一個網站，活躍嘅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 受助人可以喺上面存取其 QR code，檢查其福利餘額，以及查看其交易歷史。從 Participate Portal 獲取嘅 QR code 可以用嚟使用你嘅 SFMNP 福利完成交易。訪問以下網站。https://participates.cdpehs.com 按一下 Don't have an account? Register here 輸入你嘅卡片號碼、出生日期以及你喺申領福利時提供嘅郵政編碼，然後按一下 Next 創建用戶名。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並設定密碼。密碼長度必須至少為6個字符，包含一個細楷字母、一個大楷字母、一個數字以及一個特殊字符，例如感嘆號或銀碼符號。你喺填好所有欄位之後，按一下 Register。如果你嘅資料被成功記錄在案，你會見到一個確認畫面。下一步，登入到你頭先提供嘅電郵嘅收件箱，你會喺收件箱中收到嚟自 CDP Identity 嘅電郵。打開電郵並按一下顯示 Confirm Email 嘅鏈接。呢個鏈接會帶你進入登入頁面，你而家可以用啱啱創建嘅用戶名同密碼登入。你而家已登入，等我哋熟悉一下 Participate Portal。喺 Mobile Identity 部分，你會見到一個 QR code。呢個 QR code 如同你嘅 Farmers Market 卡上嘅 QR code，同你嘅福利相關聯。農戶可以掃描呢個 QR code，使用你嘅福利進行交易。喺你嘅 Profile 頁面嘅 Account Details 部分，你嘅福利餘額顯示喺 Quantity 欄，列出嘅福利類型可能唔止一種。喺呢種情況下，你嘅總福利餘額係所有福利餘額嘅總和。要查看你嘅交易歷史，請前往畫面右上角，按一下3條橫線圖標，選擇 Transaction History。你會被引導去一個新頁面，上邊顯示使用你嘅福利進行嘅最新交易。如果你見到呢個頁面上冇列出交易金額，可能需要按一下以藍色顯示嘅交易 ID 號碼。如果你對你嘅交易歷史有任何疑問，可以致電 CDP 幫助熱線 @866-237-4814。對你嘅賬戶有疑問或顧慮，請致電 CDP 幫助熱線 @866-237-4814 或 CDFA@916-214-1381。多謝你參加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。